歡迎大家，嗰再嚟到邊咧學嘅你節目，我是感覺到嗬，可能是。真只久無落去，因為咧講你感覺你我比較準備嘅啦嘢。哎，歡迎咧特別嘅邊度啲 Clubhouse、Google Meet 入面嘅聲 ，Google Meet 入面有攞咧咱嘅朋友是嘅嚟陪我，啊無嚟講，講咧是無看到影，攞到啲 Clubhouse，安尼一人特別無人是要來陪我，真無咩想嘅，我當佢即新嘅 invite others to search。啲 clubhouse 冇咩想 ，clubhouse 係㗎，攞個對三巴啲嚟㗎。安怎冚去被冚咩啊？安怎冚被冚咩哦？頂到你只但只嘟，然後冚去。But anyway，咱嘅 clubhouse 上面咧，當我兩天對 clubhouse 上面咧，即是南西歡迎南西。大家好。有歡迎南西是咩就木，了個。冇啊，我換了啊。是我 BDR 啫。南西我就對嚟搞啦。OK，到對去 Google Meet 入邊 ，Google Meet 入邊有會嚟陪我已經點正嘅，你話未只股未 start 咧，就是英國條嗰個特別靚，未嚟少個。你到吉隆坡啊？大家好，我有啲嘅，我到吉隆坡，我係賣厝。哦，咁你現在冇咩水哦？你用 AirPods 係？我是我用 AirPods。我冇啲話處理，我冇話食屎嘅麥克風了。見下叮當啊，係啦，衛青嚟啊，一個有另外一個印度吧咧，就是衛青。係咪啊？好啦，我咪講印度吧，都是講好屌啦，歡迎好屌。冇愛整表件，冇累嘅事。冇愛整表件，就是講本是屌。愛整無未死嚇，無累無會死。哦，你愛有累嚟講，佢使去俾愛整嚇。係咯，俾嘅整。繼續咱講下，你有個有白青歡迎，話佢接嚟白青歡迎。Hello，歡迎。了個有那個嘅 Clubhouse 上面個裝嘅，底下邊即係人話底會等我看下。底下邊是裝啊，講食嗰時平常時爭急少然後特別錄音嘅時候起來，咱就會興趣一啲，咱就是錄音俾起來甲阮講話，先係起手起來甲阮講話就 OK 哦。當然是錄音條咱是咱是2個月錄音，就是講咱新正過一下，這個禮拜我辦幾個，冇咱冇錄幾個數掉，那新正，但是咱錄出喺裏面撈錢。你看到，你笨蛋啊！差點仔看到，你笨蛋啊！你冇 delete 掉，冇 delete 掉咩？你字啊，你大刀。係我知，我就是講我未 delete 咯，但係我唔知咩事我未，我近嚟 paste 啲頭整我未 arrow key 未 delete 未係咩？我唔知咩事我冇明白。Anyway，我當機是點？真正做新嘅物件啦，我當做新嘅物件，好，但或者是攞到啲要，但是講或者咱搞一千人食 ，OK，TikTok 啦，TikTok 啦冇搞一千人個，TikTok 那是咱搞一千人啊，嗬，邊個建 account 咧？我都會使。我仲唔知啦，我 TikTok 嘅。哦，別怪冇搞一千人。我都唔知喎，你講我冇搞到 promote 啊，我唔知喎。咱冇別怪冇搞一千人 ，OK，所以咱特別講佢邊啲學嘅有隻 TikTok，所以咱特別去邊啲，咱去吹邊啲學嘅嚟有啊。當然我去吹看阿龍，你開 TikTok 南西開 TikTok，咱今日有 TikTok，咱後尾去吹，後尾去嘅我每一千人，because 一千人好，我使到啲 TikTok 要做 live 本啊，哈。特別阿未有過啦嚇，特別讓佢支持，誒我冇 promote 到已經有，I think 唔知幾人600人對我時候，所以可能有啲多人後尾佢對我特別一叫你我別講你爸你嘛，佢你爸嘛是冇啲多啦，叫你，誒特別嘛，我想你爸佢咪是你使去叫你嘅兄弟啊、姊妹啊，是你嘅孫仔咩樣叫人去對，即係邊啲學嘅 TikTok，OK 普及嚇，你阿龍除掉未？我俾看阿龍去除掉。我除掉我都冇，有啊。邊啲學嘅有幾人啊？我未記啊，有幾人對我你看掉啊？
嚇600三，所以我就要欠人700人個，700幾人對死一直到，我就要去叫別人對嘅咧，OK？我希望我學我嘅技師啊個2個月，那未必講5個月落，因為是咧使去到 TikTok 會開 live 本啊，哇！我 follow 咧，我過嚟。follow 啊，特別特別做咩我冇收到你講啥，我都有事。你特別開嘅下 notification 就turn on。我冇開啦，特別應該會看到嘅嘛。所以啊，一部有當時看你報啥物物件，有當時無 notify 你嘅，所以咱特別常去 check 看邊個學件，你去你 friends 嘅account會看到啊。friends 嘅朋友嘅，阿蕉嚟啊，阿蕉可能，阿蕉你到新加坡有到買啊？還是到國口食韓國？冇對處，啲厝特別冇到買。做會對處。on the way 對厝 ，OK。OK， 歡迎大家。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就是叫做愛情。了後，我無甲人講這個話題，特別我冇看到後尾阿毛嘅description。I think 阿毛嘅 description 就喺 YouTube 嗰有，到底有嗎？喂，叫我試下你 topic 時我有，喂，你邊個Eventbrite 嘅 page 時，我有寫阿毛嘅 description 嗎？冇咩？OK，我冇看到，是後面來 please 到咯，講我聽。意思係咩嘢？你去 Eventbrite 嘅 page 時嚇。Be a good partner in a relationship。嚇，你咯 be a good partner，你咯 video 應該講。OK。了 OK，so 當叫咱咪講嘅就是講搞做愛情。就是講你安怎到底嚟拍拖噶，到底你這 relationship 為一個拍拖掉嘅事，你安怎？我做好人咯，唔是講好人掉，本來你對你嘅愛情做好嘅物件咧，係咯？你做好嘅愛情啊，都是當你愛情寫只，哇！你只真笑話，真正有心。愛情是你嘅 boyfriend 還是 girlfriend？partner 啦，對。partner 啦partner， OK。對。我未曉啦，一隻估無了。是喎，係咯，本勤我講喎。咩？你估無喺度硬？唔係你估是，你叫我講一陣，叫我講一陣啊，謝論了都，即係叫我講一陣謝到了誒，即係特別講。是出來人嚟咗。嚇，換名呢？即係換咗特別。換名出來人嚟咗，冇愛情嘅出來。南西你知人哋南西 replay 嘛？你聽 replay。講就謝到誒，我咩未講過啦，大啲有人愛講嘅，話你講 Valentine 咪都貴嘛。嚇，嗱就祈求講愛做愛情嘅朋友祈求，啊唔係祈求，等陣。有人嚟啊！哇！嗰一個物件嗬，是這是什麼咩啊？大冰嘅大絲大冰啊，唔是高比冰，大絲冰咁咩？大鵝冰、古靈冰咁咩？你明唔明啊？馬里冰，你唔知咩參冰啦？嚇參冰對。我唔知我冰大士冰，馬里冰。得咯，嚟。你買。你就冇開聲個，唔知係咪？一是高比冰嘅，一個個大冰對，大冰唔是大冰是打波嚟。高比冰參絲高比咁乜嘢咁。你明關嘢啊？你講你話題好。我上未去個冇聲，係啊。陳冰咪講啊嘛，所以時我聽人哋講，哇！我陳冰啊，你阿龍嚟，阿龍是唔是？阿蔡。特別成個是陳冰本啊，成個是。因為嘅 Jennifer Chan 冰緊啊。哦，對，我曉啊，當佢你講到我嗰時候對。原來是呢 Jennifer Chan 冰。OK， 你好，我講就叫做愛情咯。你知唔知咩？最近咪咱咪講過迄個即情人節嘛。然後是講冇過即情人節，咱咪是講想看咱到底嗬，你自家人你愛情安怎對你，了你安怎對你愛情，即兩方面，俾嚟講者。
但我想看我頂節嘛 display 即個情人節咧，情人節，你咪有阿 Docs 樣間冇當另人講嘅就頭一刀嘅啦，頭一刀嘅係 OK， 哦真係好笑，人講真係好笑嘅阿 Docs。你知你記咩 episode 咯？伊去伊是報夠100集嘅，就咁樣。不夠100集哦 ，OK， 所以當特別都啲去聽，嗱 OK， 等陣，男仔等陣，我要甲人講就係，即人特擺 email 我講，哎喲，安怎我無看到咧 YouTube 無啊 episode， 所以 YouTube 嚇我是咱袂，等到咱 Google Meet 咱甲 start， 唔是 Google Meet 你叫咩 ？Google Hangout 咱甲 start 落 YouTube 嘅，但是咧 YouTube 無看到嘅人嚇，咱特別去我另外一個 account 是 John On 嘅 account， 咱隨我自己 John On 嘅account 入面嚇，伊都有定到舊 episode 啦。John On 嘅YouTube account 咧，佢 live show 對佢就定到舊呀。咧 of course before Google Hangout 是往時冇落咯，特別舊 episode 咧，攞嚟去邊咧學緊嘅搞 Spotify 啊，到咯即係Google Podcast 還是 Apple Podcast 去吹，攏是去吹。我邊咧學緊對吹到舊 episode。OK， 來男仔講。哇，我特晚都講咩我講啊，讀聲就好笑，講新查波嘅，講安怎在查波冇多，安怎 modify 啦，咪㗎了啦，迄節真就好笑。你就係搭擺一仔查波開切嘅，搭嘅開切嘅。你冇多零講啦，嗬，冇多零講啦。你一波接嚟看一百，你講見呢隻，伊講是啊，我一波看到我咪講。哎呦 ，OK， 所以當今咩我俾看我當今咩 view 咧嚇，你係即特別我講拍壞咧去動會嚟叫 Google Meet 人拍壞阿龍拍壞去動會。佢當見嗰個要緊嘅你，讓看到到啲 TikTok 看到我 post 物件先咯。就係講，但是講我無拍壞，個無直接嚟講裏邊你條怪就阿龍。有你頭毛細嘅呢水都可能加嘅呢水都可能看知嘛？那水啫，阿龍嚟，你去教人嘅邊咧？唔是邊咧？阿龍嚟，你去教人嘅即係邊咧學嘅呢 TikTok。follower 嘅人講話啫，嚟，按照講，你個人講，別個人講後面你睇下。各位聽眾朋友，你頭殼落淡薄啦，你講這個，哈，各位聽眾朋友，這邊是 TikTok，你對了往嘅 TikTok 唔會，當見佢冇 TikTok 嘅話，你可往到別個你 TikTok 了，你就 TikTok 面做，TikTok 咪就接我意思咯。OK， 好，我 clip 起來啊，所以我把走。咪就硬咯。嗱，我可能看，準備數浪俾嚟 Clubhouse 啦，嚇，唔是啦Google Meet 啦，當到 Google Meet 時我係落掉，你看啲物件我可能看，唔知看掉。我咪講哎呦 ，OK， 所以當今咩我俾看，你係即特別我講拍壞咧去動會嚟叫，當快啲 Google Meet 人拍壞阿龍，即係 replay。佢當見嗰個要緊嘅你，讓看到到啲 TikTok 看到我 post 物件先咯。就係講，但是講เรา條怪就阿龍，即係阿龍。那水姐，阿龍嚟，你去教人嘅邊咧？唔是邊咧？阿龍嚟，你去教人嘅即係邊咧學緊嘅 TikTok follower 嘅人講話啫，嚟，按照講，你個人講，別個人講後面你睇下。各位聽眾朋友。各位聽眾朋友，你頭殼落淡薄啦，你講這個，阿龍看到未？各位聽眾朋友，這邊是 TikTok，你對了往嘅 TikTok 唔會，當見佢冇 TikTok 嘅話，你可往到別個你 TikTok 了，你就 TikTok 面做，TikTok 咪就接我意思咯。嗱，你乜嘢只係有做 promo？阿龍，但係你看到我 replace 你看到你頭那條掛。冇看到。所以咧，我而家去夾頭毛，別人靠近夾頭毛，特別別看到你毛。阿龍啊，你 camera 都俾 extra camera 啦，但係佢 angle 較水，較別到啲一啲人哼。我特別係俾一個 extra camera，頂面你看落來，所以你看你鏡頭看較水。好嘅意思。
你知我就知你隻時間係俾誒，當今我對到阿龍喎，我就定住事我你知即別使講舊我講，別使講舊我講，別使講舊我講有一個。未使講舊我講，有一個 website 嗬叫做Temu 嘅就 Temu， actually 是叫做TEMU 啦，啥 Temu，然後我去買Temu 是啊，Temu 哈。bertemu lah. Bertemu tapi叫做 Temu 啦，即意思啥 Amazon 那邊賣啦，幫佢會員啦，唔係中國嘅，然後咪是去，哇死啊！邊個正物件，講物件 ，because 你買一項物件，我個一塊貴，第貴 maybe 10塊，然後伊就被 hit 你唔知咩就製作target 嘅搞 free shipping， 所以你叫做買。你咪使上家阿 John 開箱咯 ，pocket 咯 ，pocket 開箱。嚇，係啦，我介紹啦。OK， 嚟阿涵嚟，因為阿涵，Hello Clubhouse 有阿涵歡迎。Hello， 大家好，我對去 Melbourne 了。哦，即半點啲㗎，我講一幾度啲㗎，人報嘅未來。特別你對去啊，你對來啊。誒，你好，唔記得冇阿涵咯，阿涵先係話個來嘅嘛。阿涵，當然即係禮拜我話題是講教做愛情，你安怎 how to be a good lover or partner 嚇？你係講房間內房間外咩使講？我唔知呢。OK， 你愛呢？你感覺就講家己你愛何？你安怎個會是感覺就講人你嘅愛是對你好咧？對，I mean 即係好嘅partner是嘅條件上面。咪啱啊！你這咪囉嗦。誒，即係我會講，好啊，女嚟啦，特好啊，直女嚟啦。你咁，你係多趣咁咗，是唔是咁諗晒？冇，好啊！你我笑起來就唔是笑，好啊，開嚟啦，特個要借好啊。哦，你是講真搞做愛情之類啦 ，OK， 哇，你梗現實咯，我嘛是想。誒，有呀，所以就是講一隻個好女啊，特別外口去隨別人，你看呢？哎呀，冇好你咪是隨別人嘅就借。哇，最近都冇看 Facebook 咩正借嘛，有女冇女咪是國口隨查波。哎呀，咪講啦 ，Shakira 係啱嘛是去隨查波，如是 Shakira 嚟，就都係波是 Shakira 都知，都做咩事愛隨查波？我憑什麼去追查波？啊你看，唉，笑咗就氣啊！屌咧，係咪講我能夠咩㗎咧？我講嚇，即係傾偈時啊，講我能夠冇。係咪咁？我係啲啦嚇。查某 cancel find new boyfriend 都會講哦。哦，唔係，佢嚟講者咯。你咪 OK， 所以你講頭類咯咧，就係問暗沉沉，咪講咪念上字。哎呦，我係啱啱只能夠念啊！我覺得你啱唔啱聽我講話？對，就所以伊會講，我可能未講嗰個。OK， 我講下，這是第一 reason 嚟啦。所以我愛對來整3日，我啲肯定嘛，我就落來咯。然後落來嘅時，我甲我嘅朋友 organize 一個 meeting 啦 ，before 我走啦。and then 無人 respond 都滯喎，我就無蝦米歡喜咯，因為古代啊，愛哇無不嚟 organize 咯。安尼款啦，然後我今日3日前愛走啦，3日前嚟5日前我講我 the day before 我走，我人去食蝦米啊，伊人無 response 咯，我就無歡喜咯。然後我甲我係翁看到我悶不樂，安尼款就無歡喜啦。然後所以就變然後我講
我抽不到時間甲我嘅朋友面。特別你啱是有甲你做結婚啊？內面想嘅事。你啱有甲啲甲你還是伊啱到掉水咧？了，伊有啲甲我。伊對我對來啦，即擺，了家仔買互伊對來。anyways， 你做咩事？我係要 looking so down， 你做咩事？我講無啦，我朋友真係坎坷甲伊來 organize 一個 dinner。你關心你嘛？真係是好嘅嘛？你講做咩事咧？你等陣先啊 ，OK 是好 OK 伊關心。然後我頭腦裏面就想講。可能他們沒有那麼在意我吧，然後安尼款無事嘅嘛，是唔是？特別我啲紅毛講喎，我紅毛講 maybe they don't like me anymore。然後伊就起來了咯，我媽來會使安尼款小女嘅朋友，伊人可能是無時間人嘛，啦，你若是安尼款會小女嘅朋友，你是唔是安尼款小我淡薄無陪你覺得我無愛你哇，發浪嚟！是啊，你刷頭頂啊，講到刷卡去啊，你真係真哦！刷頂講到刷卡對。是啊。你不要解釋緊保我啦，講藝術先呢。我迄時無想到，你知哦。我做咩事？我想，因為我真係bilingual嘅嘛，我袂記我用蝦米 language 講啊。我頭腦裡面想是他們不在意我那麼多了，特別我紅毛講是 they don't like me anymore。然後伊就安尼看咯，伊就冇停咯，然後因為我係意思嚇。I think we definitely need to rethink our relationship already。真係拖個幾邊去？你寫下物件，你就安尼款無歡喜了。你是唔是逐擺安尼款對我嘅？我講，是啊，我一日3688.58擺，我無輸甲你。我話topic啊，呢topic應該是嗬建造愛情嗰種。無教做愛情，無啊，咁啱啊，咁謝人講應該是教做愛情，無教做愛情，咪是上一個告訴無一個是到底你來吹這朋友是你揾大妹，還是揾後妹妹來的嘛？所以話底是上嘅，唔是上一間厝。當見你咪講揾大妹來，你咪揾後妹妹來咯，我當是接受嘅啊，會使啊。情侶面對人嘅困咯。嚇，無好愛情會使講得都咪對嚇。那是搞做愛情都咪愛看人話啦，是唔是？無，我知伊出來嘅地方是好嘅，特別伊嘅 delivery 無夠好個。無夠。OK，伊只能夠做 strawman fallacy。係咩意思？strawman fallacy 是迄款你看到一個 straw man 嚇，你就覺得，哎呦，這個是歹人啊，特別是只 scarecrow。OK。你看起來外口看起來成個是無好嘅，特別其實是好嘅。稻草人先。稻草人係咩？茶頭人啦。scarecrow 嘛。稻草人係咪你個記住稻草人 something？一個稻草人，冇，稻草人 ，OK，稻草人，阿龍咧，你講下隻，你感覺到好嘅愛情是安怎對你嘅愛情嘅呢？我買伊做咗隻物件，我不買做咗隻物件互伊本嘅，我特別會曉講笑，會歡喜嘅，我愛迄一種暑假講話迄一種嘅就，你袂使講裡面點嘅，跟住我講嘅，我就傳你都就。你特擺獨立 house 咪是只穿特擺人冇講話時都俾 feel in 嘅。我陣時覺得除咗都叫我隨住你愛情成日夾翻大卡。不，你是講特啲 club house 已經是穿咧，即對處嘅時你，I mean 你個你愛情即係時你都問下你個幾個仔領帶啊。誒，我咪講啦，我走成。
冇，你就咱做好成人成嘅嘛，咱做好成人，咱特別是人點點啊，你點點啊，咪是死嘅，特別你冇咪是保險，所以你特別做冇，你特別拖人接嚟講話，所以你是講講，我講話，所以你特別主動俾佢講話。我講話，而家譬如講下，你拄到邊啊，邊個厝啊，伊特別會講，我見住啊啲 office 話拄到咩物件，伊特別愛講安尼款嘅物件嘅人，伊無點點冇出聲啊，你無問伊無跟你講話種嘅啊，哇，你就講嘅咯。伊特別是種看到我了，有物件要甲我講嘅啊，伊啲做咩物件啊？伊拔刀啊，伊handphone架鬧啊，伊弄到蝦米物件啊？伊看到物件，基本就識講。你咪是加即係阿韓多學兵咯，多學兵咯。阿韓字，你咪講咧，我咪聽。我買笑咩？我話你聽，我係講，我想看呢邊稱佢啊，不如佢哋講話講嘅啊。伊講咁咪就係對人啊，伊有講話，我愛安尼款嘅人嘅。哦，伊有點點啊。韓你安尼款嚟講，你感覺就成小亂。哦，OK，是好嘅，韓。人好嘅嘛，安尼款是好，特別有。安款是好啦。我係是小姐 communication 啦，嗰係 call 我嘅咯。Do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like yeah understand。然後喂我頭先5分鐘講嘅時，係咪伊係 call 我嘅嗰陣？我係死佢。伊係 call 你，所以佢講但我講係咩物件？講嚟就 repeat。然後你明白哦？成日伊教我講。For example, NFT 啦 ，NFT 是蝦米鬼物件，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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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A 到Z，你講，你都明白哦，明，你我講蝦米呢？你看啦，你死啊！哎呀，成個先生，你講講，OK，你講得我聽話，人嚟啊，我，你點講？你話因為拉薩阿韓冇 focus。即係 B 下面 C 伊拉薩阿韓冇 focus，因為講未聽嘛。哦，你 ADD 嚇，你 ADHD 哦，阿韓。我是硬硬。我不有淡薄是，我不有淡薄是阿韓嘅紅嘅呢，我有淡薄，我有淡薄是阿韓嘅紅嘅，我會上加阿韓嘅紅。你係講？做咩我會上加阿韓嘅紅咧？是因為我會拉薩阿韓哦。無聽我講，因為我下到一個 repeat 上嘅一個 mistake。哦，因為我明明去到我教你講過啊嘛，做咩你個上？啦，特大硬個波是上嘅，你看你數嘅。就是咯，把你講就是，安尼看過就知嘅咯。無聽你講嘅話，安尼，it's selective 嘅，selective 嚟聽咯。哦，好，會敢聽啊聽，無敢聽就 pass 咗啊咯。是咯，我哋啲講你聽免睇一半，無伊個第一半會有。我講個你係借到啦，係咪是你哋睇一半？人哋看你面鏡咯。哦，你是念來啊，無上念來啊。你是念來咯就。阿韓講嘅是朋友嘛，迄就是。我係成個朋友啊，肯定係講話。哦，你愛上咧，你愛係一種啊！啦，伊邊上面有無 idea 就你講，咱係做咩凊彩咯？無咱咪見咩凊彩咯？不凊彩咯？我買你款嘢咯，你未講，咱咪就看咩戲？我講嚇，無你話周潤發你咩戲？你講冇啦，無咱快嚟個就算啦。OK 本啊，我有安尼款嘢，我咪見到咁放嘅嚇。睇你真真annoying，睇你真真。對。係咪意思講下咪出唔出 annoying？講下。我實以前都 annoying。你做咩有你會家己看嘛？你若是你叫伊，你要看咩戲？伊講你驚，你驚嘅是伊無咁亂。驚咧！伊講我唔買啲圖。你意見出來特別講買啦，你個唔話會看咩戲嘛？同埋我冇同你講個咯，OK 啊，真係咯嚇。安尼款就是講，伊有這種伊唔是做咩㗎？伊就是伊記喺你面出來咧，伊個正到對個，你就乜個唔話嘢嘛？人講好多聽啦，你個咪企。安尼款呀，我安尼款應該funny咗。咁安尼夠打青馬跳的，咧就有灰花出來咗就，成先 OK 啦，姑你隻機啊，學會到啊，一把落死啊！你睇啦，講灰花啦，你大家估嘅事，你到上下面灰山變灰山呀，攞爆炸。唔係，就係講換落就講。你白豆咪梅咯，你自己決定就好咧嘛，你梅嗰上面。我買你款嘢啦，面
唔是講未使尋常你講我了解你本了解我，你就講我會當啊，你講你本會當啊，你講安尼款嘅愛情。你我買上兩本嘅你就。特別有注意家己誒所在，咁咪就結構我 girlfriend 未幾十朋友，佢 OK，係咯，冇鬼昧嘅，上善意嘅，都唔係安尼款嘅。OK。ICGP 人想講啊，都啊，人較濟人我想講啊，愛情就要你愛嘅物件，你喜歡嘅物件，你有希望嘅物件，較白想，特別我係看下，你是講。你嘅愛情無相較你較好甲你嘅愛情愛相行較你，啥物事你知無？你若是兩人愛相嘅物件相濟啊，伊會看若是無相較你嘅，你較加你較濟。嗰一看法就無相你就加你啊。我咁講嘅咯嚇。佢相較你是甲一個，比如講啦，一種嘅劇，你是甲一個劇真係一本是甲伊個劇真係濟，特別你講伊個劇有一項，好像無，伊無 agree 甲你啊，伊就是無啊，你就特別若是你是，特別若是你是阿龍來講，你咪是歡喜咯，你睇甲你紅小參詳一條歌啊，對咯，特別你未使甲咱無相本啊，如果你對有相本，即係差唔多一部分嘅物件相本是好嘅，是講若是假咧物件相咯，線咯，大家看到一邊。譬如講，我熟學 old languages 啦 ，for example，係啦，我冇熟學 old German 嘅，係啦，我熟學 old French 嘅，伊 old German 咯，伊數表緊嘅，特別我有一個相嘅 passion 咯，是咪？我想你嘅愛情若是有 totally 無相嘅background 甲你，伊愛嘅物件是 totally 無相甲你，你會學物件甲伊本身會學物件甲你較濟。特別啦。你特別會接受伊嘅無相嘅物件，伊本特別。頂擺我係把那做一個人無相，聽個地，個了看人啊，直上講，兩人安尼無病，安怎會人會安尼啱啊？都是人無病啊，較會啱，因為伊講嘅物件，我直學呢，伊愛嘅物件，我學個了 ，because 我唔知咩，伊愛。搭咩？伊愛搭咩？肯定要去拍車嘅。借咩？所以我想是搭咩是拔咩咧，最後實嘅。我啊，就講啦，去借咩了？借咩扮超超？就係借咩了？去肯定啦，去小島拍啦啊！伊是真係好死嘅人嚟。即係我都唔，可是上面就係個咩人啊？可是你咪知咯，人愛去 riding 嘅去借咩啊？然後去 hunting 嘅，然後伊本是真正 outdoor， 真正外面嘅 pursuit， 佢了即拍情啊，係咪？安尼款嘅物件。我呢是我哋借苦啲厝聽劇聽拍車，安尼啦。可能伊本是孤啲厝，未必講孤啲厝啫。孤啲厝所以我去看，想個看 opera 嘅時，去聽去 concert 嘅時，伊對我係時，伊學物件咯。伊無亂咯，伊點聽文咯，伊無明白文咯，伊點聽，伊用伊自己點先去。哈利就是其實嚇我感覺就哈利咧，都是正式誒。好嘅愛情，因為人做咧，伊好嘅愛情就是講，你唔是干啊唔做你家己嘅物件，你有當時你無事嘅物件，伊為咗你，伊甲你做一去做，哈咧就是好嘅愛情，我感覺到。係咯，伊上就路嘅伊成個伊無事夾本好啊，伊為咗俾，伊總是在講你歡喜啊，伊你去，伊不會想要講 ，OK 我去哦，你看。因為你考已經嚟講，有可能是不是解。伊佢俾我都食個，你榴蓮咧佢想開。伊看成個，伊看人借咩事啊？伊本是搞伊講哦，你看這人借咩？係咪 star？伊本是教我少數學我呢？是我學較借物件。啊！咱人是一種真係 open minded 嘅人，所以人會接受這裡面。有啲人伊講，你講講出面都冇去。你自己 over 咧嚇。你人是比較緊，嗱我俾聽白你，我俾聽白你人有你可能看法咯，一頭買咯，我冇興趣，唔係我冇興趣。誒特別有當時老實講，有當時我是冇興趣嘅，是講我是嘅聽，是因為我知
我唔是講我有興趣要聽伊講咩物件，我是要互伊知，我唔是要互伊知，我知講伊若是有機會甲我講來講，對伊來講是只重要物件。你知伊真歡喜，伊真歡喜 excited， 伊來說講，來說你紅啊，真歡喜啊，對來啊好，伊無你去做嗰啲物件，你無插嘅物件，伊講哇，點解我去做咩物件嘅時候咧，你就唔知無興趣，你對伊來講，唔是講你無事解嘅話題，是你無在意、無關心，要聽對伊只要緊嘅物件。那是你嘅愛情愛物件，你真正無興趣、無插、無事解本。你係咪 start 㗎伊啊？冇啦，唔是隔了啦。愛物件那是做一個你無事解，你無插誒，你都無 start 㗎伊了嘛？特別有當時想講90%呢，90%是啱啦，10%是無啱。你往時都俾姑姑10%都俾姑姑成個哦哈，聽正啦。誒你我講聽，唔是講你做戲係咪？唔是講你做戲要緊，是講你做這個 action 條是為咗你愛情，唔是講。為咗你有興趣無興趣，為咗有興趣無興趣是為咗你家己。來，有當時是家己個人嘅經驗，你就做，比如講啦，有啲人一起到30幾歲啦，伊無愛情，啊你一拄到一個哇4百人頭，伊就是伊愛一種嘅白點嘅時，伊都無去考慮呢隻物件，伊無去 consider 呢隻物件，一先行到先，係咯，比如講哦，佢白白點先，伊真歡喜 ，because 有一個真係人頭嘅 boyfriend example 啦，係咯，佢呢點先小根本真又好嘅喎，伊就是啲小辦法啲無上所在嘅，家己去補咯。你補到尾點先，伊家己邊度穿嘅，你講誒死嘅個呢，伊個話你無想嘅，伊嚟到按伊摘掉點先，有可能是伊無力嘅咯。特別有啲人是伊家己變日本嘅，有啲人是會變嘅。人個是唔是講100%嘅嘛對？你做愛情，我無講你除到100%啱嘅物件，你會做物件，會講嘅物件，你個愛嘅嘛？當時是啦，我無相信你誒，人講啊，有一個人是你嘅perfect match 是啊 perfect match 你嘅愛情我無相信呢無啦無可能嘅吹到 that's no such thing I mean 是有嚟講歡喜咯為你歡喜特別我是感覺這是無可能嘅啦無可能嘅 perfect match 這世界是你安怎去我感覺到好我看我翁做物件我知講伊家己是無興趣啊是無暑假特別伊知我暑假所以伊做哈利我較感覺到 ，Oh my God！ 哈利是就是教做愛情就是嚟看我講聽一個 example， 我你知我翁是成個往隻物件嚟講啊，我翁咧伊是隻 American 嘅 ballad 嘅，所以食什麼食啊咧steak 啊 steak 嘅 potato， 哈。伊無你捌講個人聽，食 steak 咧，你便宜你卡面會你煮嘢 steak 咧可以食，你講好食，如果你冇看到樣啊。medium rare 無 rare，medium rare 對，我拍啦，就是 Valentine 嗰時咯，我開啦隻啊，我煮開，我有計講，我唔是仙女啦，我計講，我煮咗一個嚇，伊個肉較紅，特別人冚開冚暗都唔知你食法，因為伊 trust 伊相信係咪？食當然加食，然後伊成個食物件，伊是食暑假一種人較成個食啊咧 traditional 啦，所以食啦我當人食呢，伊是成個有咧食啊啲香港食，伊感覺就是伊味素無乜夠。伊食像食 Malaysian food 啊，食迄個 Indian food 伊個會咋，特別你食迄個唐人食往時像啱咧講當菜吼，往時較清淡無物件，伊就話啥成個無味，特別伊姑姑我家己找朋友食，我知無是個食，特別姑姑伊會成講，驚人去食者，我講毋是你無是個食，伊講唔要緊我 try 下，所以伊知講，因為我甲伊去吼，伊感覺就講，伊搖互你啦。哈。你都咩笑鳥來鳥去嘅，你看呢，這是搞做愛情。哈，那咪就是啦。我猜做咩事？你 OK，of course 有嚟物件，唔是講一百做完全特別。我知往做只20幾年，啲98就這年啊，啲98到2003，是80個年。冇啦，20個年。嚇？阿 John 爹哋話咁多咯。1998當年是10個，我比較衰喎。10個年哦 ，Oh my God！我 Silver Anniversary 喎，今年。
你對嚟擺酒哦。Silver anniversary 迎婚啊！哎呦，我冇想到啊！Silver 啊，哦 ，I think 是 Silver 啦。哇，嗱，這擺酒請我，擺酒哎，你請你名啦，咪試到個別大冰，參冰。參冰。嚇，OK，哇，接過你我冇咁想到呢。OK，所以我就是講做隻安姑啊，แล้ว你特別小鳥咯，你嗰陣時鳥一鳥女安尼款，แล้วก็歡喜，แล้ว鳥唔是講哦，我本สุ解嘛，แล้ว就 OK， 有啲物件係咱想嘅物件，係講往時往做只看 YouTube 啊，係咪？哦，是看 YouTube 物件，往時伊是看伊啲物件，往本是唔是看嘅咧。因為我會物件小鳥本是你袂使拖嘅啊，伊就要做嘅，你袂使 expect 嘅。無了個一地無好物件就是講，哇！唔知看到地處你無時間看戲啊，當今你就要看，停到對話你看，肯定是第四啊咯。你就無爽了，你就無爽了，你就要夾。你變咗你是你實時俾人衰小啊！咁啊，累冇拖累啊，你咁冇意思啊。掉啦！哎呀，你阿 John 20個年，嗱我30年咗。嚇！咧阿 John 擺酒，我跟阿 John 擺咯，20個30咯，佢攞攞人，攞紅包嗬，攞學咧阿 John 咧攞過嚟學啊。參冰單就聽日我講嗰隻 comment 就好笑到啲 clubhouse 時，攞 clubhouse 講掉教殘字講嘅物件 ，same age with the Rumba from 1998。Same age with the Rumba。我係冧巴哦。我係勒晒Rumba，對。啊，參冰啦，你講參冰。哦，我係講嗬，咱小鳥嗬 ，sometimes 咱鳥來鳥去嘛，แล้ว有一日若是講伊做蝦米物件，你真氣氛本好嗬，แล้ว你想到對講。伊好嘛，伊對人好嘛，所以人本會講啊，不要緊啦，人本對人好就對，所以 actually is good， 是好嘅咋，人安尼款會，人會蝦米嘛，人會講國家 loving 咯。你對我嚟講啊，你講時候有乜事想到成日係你白人講嘅人講，哦，你做咩去積德啊？你哋咪叫幸運咯。啊，冇你積德時候叫做咩啊？50蚊咯，你成日大50蚊咯，你哋咪叫茶咯。冇你是成日講，你做咩啊？你積翻啲陰德，積翻啲陰德啊！你意思？對，即唔是陰德，即係叫做分德。福氣啊！你積翻啲福氣。你特別小學就係對，小學咧時，發到時過嚟，你算起來時講，哦，定到是對我好難，又見到係貴貴啫，係嘛？對啦，凊彩嘛，做人叫。對。人個愛行落去，個愛跪落去，個愛困咗一下，所以袂使點笑眉。對，各位困咗一下，袂使點笑眉。哦，就是話啦，個別人同埋人啊，同樣講到好嘅嘛，個別你告訴。我就想啊，你小鳥甲人啊，你頭先都要有理由了嘛，所以每來是看你安怎，你愛伊偌濟，每來是安尼款，你愛是你袂無，你無坦白嘅。你愛還是無愛？頭先就有了誒，你有明白我講？你這物件未白本咯，你若是講真愛伊嘅人啊，我唔知明白。講啥？你若是講真愛伊啦，你無插伊往時正無好，下邊無好，你為咗愛伊啊講，哎呀我唔要緊啊，我because 我愛嘛。你愛嘅人，你真係應了伊咯。對。特別嗬，即係想是少欠債較濟喎，可能欠伊較濟，還是欠你較濟你看到就有。無，你特別係啦。你算啊，看買來是。對本，你家己坎坷。是你無是你就無咁辦了。對，你對佢大龍啊，還是？
特別查某甲查甫無相啦。哦，等陣講查某查甫無相，查某查甫啊，係咪無相？講下啦，咁去啊南西。查甫就甲嘅啦淡薄嘅，即是查甫嘛，你別講嘛，即是查甫嘅我人嘅荷爾蒙嚟嘛，上可能嘛。我哋有記啦。啊，查甫係教老講嗬，少我人會使買布，特別我會使特別記嗰陣哦。我愛記少，特別別使布，買布少特別愛記。哦，特別我講就特別要緊嘅，OK 嚟啫，OK 嚟是要緊嘅，係咪數？因為有你答波啊，你特啲啫，教你波是教你 girlfriend 拍拖時候，你聽下人查波嘅方面講嘅咗，有當時啊，你報免講答波還是答波。查某不有，安尼看有人是啊，但係聽下查某誒喺旁邊嘅故事，都查甫人學啫。來講啊，特別是你要記笑特別，咪對笑。無，係咪事？但係你講咩？記笑咪對笑。你特別會記掉嘅。你記掉啊！你都記掉咧，下兜你會知講安怎做。想記掉咯，嚇！你下兜安怎做？你斜哦，你斜寫起來。無啦，想講即你寫嘅我會好記啊！我講我嚟腦前要即啊，即你講我記緊都搞啦咧，特別唔是講愛報銷啦，即你是講你即你啲即你 area 我嚟下兜唔係高再做嘢成，意思講唔係對人哋好咯，啲即邊㗎，意思別對你好咧，嚇你點樣啊？我是查某起來講掉，哈，來查某報起來，小報。無啦，掉啦，唔使講這句話是掉嘅。哦，嗰時講報銷，特別我會記掉。哦，所以你講即方面南面都免叫，嗱，即講真正無事教你做就去看戲嘅，所以你會記掉講，把當咪叫你做就去看戲啊，叫我朋友嚟看笑。無硬是會叫伊去看戲個。哈，這小寶，你是要 test 看其實 break 呀？唔是啦，唔是 test 伊啦 ，because 你會記掉嘛是，你會記掉講。like 我係 compromise 㗎，你係 compromise 嘛，安尼款記，唔想記啦，but 有陣時你會想到講哦，伊actually本是對你真好嘅，所以有陣時嚟記掉嘅時嚟，OK 啦，保到對啦，你對我好，但我對你好淡薄啦，係咯，所以會記嘅，好啊，無好嘅八本是會記嘅。哦，本來會記嘅，免迄個555嘅book。但係我答波嘅 book 嘅，答波咧 ，maybe 是咁啦，我是個 I think 我個英國中差唔多上，我是報名會記，我感覺到，對，其實就是講我真係算嚟講嗬，我感覺有淡薄無公平本咯，有啲物件，特別。我冇去想，啷個用白記嘅，啷個報個用白記嘅，哈，真係物件你白記，真係物件，啊，咩唔是講係咪講？你講大波啊，大波白病就白記嘅，應該是冇可能是款嘅本嚟，可能是款，白相嘅，我就咪入去梅蘭，大波嘅，兩個是冇可能相嘅。我梅蘭就有一個物件咧，就是講，即係人是講大波，特別我大波入面我冇看過人款嘅物件。查某入面我冇看到，唔是本，就是講唔是學嘅啦。伊心入面愛這項物件，特別伊咪甲你講出來，甲咪甲你愛情講，你伊講，你應該知嘛？你是我愛情，安尼前日前咧，佢冇硬嘅咁樣講出來，安尼款物件攞唔捌聽過，攞你我真係未打呢款物件，所以即係人講，這是查某做物件，特別無定掉嘅。我捌看過大波，即大波 straight 嘅大波啊，大波查某。個蒙查查伊答我講，啊，我冇明白你看咪我不學過咧 role reversal 啦，啊 stereotype 是 one thing，你 role reversal 冇乜學過，所以人講話這項物件咯，有發生到你身軀入面咯，啊是 Lucy 係一個成個，應該知嘅嘛，你做咩事教我做紅包呢？這年冇可能唔知嘅，一知你就點做啊極玩啊，反正特別有陣時嗬，如果就是講，誒我而家是。唔知咯，蒙查查唔知，你坦白甲我講咯，較應，哎呦，咁咪我做更好啊，當機，嚇，咪記咩？這是你人嘅 trick 嚟 ，always 講別記啦。嚇，對 ，OK，啦，大叫，so 你講，誒，我也唔知咧，你相信 stereotype 呢？特別我捌拄着真正。查甫本是上加查某呢款呢，上加伊講，
你还没说那边啫，我個女人咧估啦，你個唔知哇！一種直頭用開小事意啊！ OK， 嚟，我俾聽這小寶嘅亂講這方面嚟講，你講這是 excuse 啊？你講係啊？係啊？你講這是特別？嚟，俾聽我講，俾聽我講就嚟。講。這個物件嗬，我已經 conclusion 嗬，大波嘅腦嗬，你講有物件係未記嘅，所以講物件 OK， 你是講我人正未記，我是正未記，是我假死未記。Selective 啦，講 selective 未記。Selective hearing, selective memory， 嚇 selective。有物件係未記，你無落用物件，咁樣做點做？你無應該講啊，無應該做啊，呢度輕都擺變出來掉。免了啦，解人了，你頭解人講我愛下面。這個是對嘅，較應做事我免等來拍攝啦，下面啊，白清 Lord of the Rings is not 無路用。Lord of the Rings Star Trek. Oh my god. Star Wars. Bài Trình,你講咩bài Trình？我講睇下大波嗬，國家無 direct 佢大波，睇下大波加 direct 佢大波。哦，我感覺對我冇看到你看啊。有電視有講話，啥 round 啥 hide behind the bush 呢？不是？講來講去跳起嚟那舞，那逃避來逃避去啊呢。哦，也爭係咪燈？哦，有時但我男仔講嘅呢，未使未記to be a key because we learn from learn from the past situation。learn 啦，然後大個白刀阿做做咯，然後白刀比阿做 react 應該起航還是唔應該起航啊？特別你根本是未起航。特別我 feel 到講，下面起航嘅了啦，你可掉白青。了啦咧。了啦咧。你起航過後嗬，樣本是未記講你起航做你物件，但係樣本是做你想嘅。對嚇。所以但是人哋真看破嘅，就講舊應嘅股了啊。對。白病嘅股啊。嚇。對本嘛，安尼就是講這是好嘅愛情咯，就是講成個，你說講我是女人嗬，就我女人會搞做愛情嚟講，伊特別 appreciate 你一步咯。because 在講我人是自然的款的嘛。唔是講掉屌仔哦，我都很就是人哋看啫嘛。我垃圾搭波是加伊 focus 嘅無相啦，因為我人教員食嘅嗬，伊 focus 嘅一般是 focus 到對家己，因為我人做查某嘅咧，有相間麻安尼款嘅迄種嘅。Madness 啊！我人有誒，我查甫接落來有誒。所以啥大波咧，說講伊個白吼，伊跳甲水水，伊做工個白甲水水，伊個衫個咧會甲水水，伊個車會清氣，伊逐日本，伊逐日禮拜本會記去切伊個車，甲了骨發貴，but 伊達到有一禮拜達到有幾若日，伊袂去點落上班。你明白？你看伊家己件吼，你看家己件個了吼，就是水水個了發貴嘅咯，就係伊件個了。你看伊白 ，My God， 我係白不冇人哋清氣咯。下啲伊 laptop 個了吼，水水個了嘅骨水清氣冇垃圾啦咁咧，伊衫個了水水嘅，但伊就是一個歐文比較夾，伊袂記死咯。嗰時講伊一個盤放掉，你家己啊，你死啊，你盤你切啊，你放對對，冇一般點啲邊個好你橋。所以你會講，你真正無平衡咯，就無 balance 哦。做咩你做別行嘅，你家己嘅，你安尼有細節，安尼細心吧。when 我交代你講，你上班嘅話，因為上班會講嘛，講咧入面厝達掉，一人做這個，一人做呢個嘛。我路步誒，你看你本地 OK？你那是教應該我路步誒，你看你本地我 guarantee。就是咯，你特別有本地，可能有本地係 cancel 我嗰度，就是我無缺，我無切了咯，我等你去做。對，我等你去做咯，因為有陣時本身係成派嘛，咁無陣時我人本會。即係南西嗱，那是英國中間南西教應嘅，伊是英國中佢嚟講，哎呀唔知南西啦，去做 Zumba 咧嚇，無叫什麼，無叫什麼，無掂啊！踢一晒拿什衫啲拖卡，梗係臭面住佢，踢啲林邊啲拿啦，
特別冇叫做，今日做一項300呢，一般做唔好。所以這是講這是我明白，所以往時你會記條查某講，唔講介了查某啦嚇，即係咱查某幾個查某講嘅就是一記條笑，伊無你個嘅破話，不係講一記條笑。伊是知呢，所以若是講有陣時伊講起你本面講成啊笑講，哇！你對我嚟講技巧我自己會倒嘅咯。會倒嘅啊！我想甲我嘅翁嗬，有一擺伊佚佗 game 啦，伊叫我甲伊 multiplayer，然後我袂曉跳過迄個關嘛，然後伊講不要緊啊，我甲你跳了，我迄陣時我講袂，我愛訓練甲我跳，伊就壓。伊個手我係 control 去黑甲起路仔，我就甲伊講啊，我英國我買搞到佚佗 game 啦，我蝦米 game 我買搞到佚佗啦，然後有一擺嚇，伊就講，爹，你看這個 game 真係好佚佗咧，愛佚佗甲我講唔係，意思。我袂記啦咩？我做咩事安尼 petty 嘅？Why are you so petty? How can you do that? 嚇！啦！安尼看啦，我講，我甲你講，a promise is a promise， 我唔買搞到佚佗啦。安尼看，伊甲我敲，伊甲我流白油喎。哎呦！阿涵，你樣知道你咧，大家見啦，淡薄。誒，有一套 game 咪笑咩咁樣講？不如笑咩？伊人是很 good maybe。人家少年啦，或者呢時我人20幾歲是幾難少年時啦。特別伊迄日以後是，我講幾個月前，我講。安尼靜呢都會記咩？係啊！啊，所以啦，答波就有掉咯，查某有可能是會記只久咯。我真係唔記得。我問題啦，我仔女問題，你教英就嚟見啦。對，我自個是教英就嚟見啦。對，OK，所以咱當今我感覺好本人響講起來，有通講你個明白，有當時嗬，你就只有機會去甲你嘅紅某partner，甲你愛情講安尼款嘅物件，你往時較愛情但面較坎坷講安尼款物件，你就 triggering 嘛，你成日講到物件，哇，你就殺小命啊，是袂俗啊，一到一邊講嚟講嗬，咱個嘻哈哈有哪笑，嗱講不知你安做安尼款物件時，你咪是成個講，一到不知你冇講，哇，係咪啊20年前嘅事啊，你做我打敗嘅時你冇看埋手嚇，你嗰陣時間，你嗰陣時你咪是講，哦，即唔是伊記笑，即是有可能是伊個破壞就到啲頭腦裏邊嘅。伊毋是夾出來，叫你興下物物件，是夾嚟講兩句啊！你看呢？講兩句是下邊意思咧？答翻嚟講兩句就是學你會記者，點解你做咗這事？特別無甲你拖到對 anything 嘅冇嘅。特別你時時咪頭講，咪頭講自己無爽，頭講無爽就係嚇。即你可能10幾年人啦，成我是無講嘅啦，我白佬，我啊，你看我是無講嘅，特別我在人伊做下嘢啦。你無講乜是有嘢，乜是這好嘅愛情咯。我真係可以想是講愛計較愛 performance review 啫。嚇 ，review 哦，愛可能話你會 yearly review，quarterly annually performance review。冇嘛，愛甲伊 stoop to 伊嘅 level， 甲伊講話嘛，然後伊。我係阿個真係暑假做 spreadsheet 嘅，你知？伊想緊一個囡仔想愛做大啦，你看家裡面愛做 spreadsheet 嘅，然後我甲伊講，我頭腦內面就是一個 spreadsheet，我 review 你 performance 當見咩啊？哎呀，我笑。OK， 來個，咱講個另外一個想法，蝦米物件，你感覺到？伊是做啊對路，做路歡喜。哎呀，等陣。I'm here to help. Get to know Siri at Apple. 哎呦 ，shut up 啦 ，Siri 幾擺。Take 安怎啊 ？Siri go away。冇講。Siri go away。哎呦，這 Siri 啊，真閒嘅，大擺自己家己倒嘅。
我按咗冚喂，上借啦，冇我係 Siri 本畫起來啊。喂，我按咗冚喂 Siri 到底喂到底喂係你 Hey Siri 哦 ，OK， 我冚下 listen to Hey Siri 到底喂 laptop 嘅，但係我咁啊，隔擺講學緊話就嘣出嚟嘅喎，本來學緊錄音，我是講係 Siri， 就叫出嚟。OK， 嚟講按咗對你好愛整對你好嘅物件，你就 appreciate， 然後我俾聽你就冇一點講啫。個睇咩嘅兩時唔識講啊，白清。我 relationship 咧，我甲我 husband relationship 咧，有甲真正濟人是無相 ，because 我 husband 是 mostly 無啲嘅。我 husband 是 travel 去做工，了姑姑對嚟一個幾禮拜，一個在呢度對去做工。almost 一個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呢 ，I mean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呢嚇。有好有無好嘅物件啦，無好嘅物件是講，成日有個人講翁家某白白大久啊，嘅but each other 在 each other 係咪咯？แล้ว for 我嘅side 咧是 take longer time to but each other 啦，แล้ว by the time 咧你 get used to 的啦，一個 already 個在無啲啊，แล้ว到對係是個在 back to 無係你 you know the 係你 happy 定係你無。So 我when 我先 start 下面嘅時候，我關是 dry toilet 嚟，我關是 dry toilet 嚟。我有淡薄上阿 John 啊，但係你加係你啦，你愛係你 tap shining 係你，我冇事有 shining 啦。係你冇得有見，是講 dry toilet， 是講 wet toilet， 為出曬都未出呢。我愛 dry toilet 嚟，呢依個關是 toilet 嚟人嘅，所以接為 dry toilet， 一未有 return 我 dry toilet 都在哦，一接我搶個抌嘅了。一接佢都在我就。That's a relationship breaker。一接佢啊 ，relationship breaker。一接佢我就驚啦，我 shower 嗬，我 shower 是有 glass door 冚嘅，我冇明白伊做爭啊，連外口本是會抌嘅。所以真心嘅事咧，我未打閒啦，我捌過伊講你是特地爭會成搞啊呢，還是後邊嘢？In the end， 我 decide OK 唔緊，外口嘅 toilet 我幫佢用，你咪用嘅 toilet， 因為 every time 你用啊，我特別起烘嘛，就揾水清氣出清氣啊，用啊拎出來，嗰再特別做，揾起烘揾garam啦，等到咩嘛無溜。無咩叫人咧點咧？對，我未，我唔是講咩無咩，我你特別係再講有裡面嘅是 no compromise。我做一個人做啊，咱等做起發，咱等到咩？所以等到有事亂，所以 OK 咪亂咯。我外口袋咧，我幫佢攞用，你咪用我裏邊嘅袋咧，攞用我外口嘅袋咧。用咧可是哦，伊 at least 個可以用嘅，伊就講話呢，所以 before 伊走到底去做工嘅時，伊 every time before leave 嘅時，伊定得教我洗袋咧咧。哇！再來到端去做工，所以 that is the train 你了。所以用嘅是淡薄無差 ，because 咱 train 未到伊用 dry，OK， 我咪甲你亂啦，我等 train 了啊，到端去做工，你個再未記，你個再做相嘅物件到端，我本是甲你亂未了，所以我咪亂啦，所以我幫一個袋咧，互你用啊，伊會曉教我洗清氣啊，甲來到底去做工下 ，OK， 阿你明白啊？呀，迄個物件我袂曉誒，有 certain things 我袂曉，吼，最本我袂曉誒。OK，係咪物件是 not compromise 嘅 ，no compromise。deal breaker 對。係咪就是絕對即冇嚟講就是冇誒？如果係咪物件你嘅紅包，但是講買做咧，你就是對嘅。食杯開嘴，食杯開嘴。嚇！食杯開嘴啫，要緊咩？哦，好啊，我條要緊，我嘅你啊。等你執嘅先啊，有執啊，有執嘅先。嚇，你到時彈聲，但播是彈聲。哦，特別朋友 OK 啦，你愛整未啦？愛整未？愛整你就要大家嘢嘛。哦 24/7咧，你冇哪係得閒？every time 食還是作。嚇，唔可以嚟到係學毒藥可以食。
哎呦，這樣咯。我看當今我哋都加36來啊嘛，所以我哋都36咧，你人有蝦米物件要講啥？講愛情，搞做愛情啦，就是講愛的人對你做啊，你只屬嘅物件，還是你對你愛情做物件，是對感覺到好嘅講者，係蝦米物件？我哋都你講啊。bằng sự咩使？bằng sự咩使？我講bằng來bằng外嘅個事咩使講 ？OK。你講啦，唔是做愛情，唔是講緊啊，特擺整3擺呢嘛？你整3擺點先是邊個？你平常時外口bằng來外，誒是你靠這個啦，都會你俾到啲結真去做啊！你是成日特別講話bằng來bằng外冇有重要嘅嘢。我唔是講看到，我這頭晚已經講嘢，唔是講看到我哋都一家叫佢講bằng來嘅嘢。Okay. Let's go look up Banglai lah. Okay. So, I've been praised for from what I've been told what foreplay 就好咯。哦 ，OK， 得 foreplay 是講正常擺 foreplay， 就是講 praised for that。哦，就是講醫生啊。我講話嚇，我就講話 foreplay 就好咯。就是講阿妹驚幫嘅事時，特別會只搞做只爽嘅物件啊，唔是講嗰隻一頭去搞正3擺內喺度聊人很，是唔是講？一點二。咁樣講嘅嗬，咁樣講嘅。哎呦，實咁樣講。啊，那個點起咯，聽到話 internet 個我對下後我嚟。sorry。等於講了嘛。foreplay OK，foreplay 我是想要用福建話講環裝就 foreplay 就是講，然後特別講是正3擺嘛。人講正3擺，唔是正3。She's going to bed 啊。唔是。啊，未正3擺整是要做下咩物件咧？寫正骨。Okay. Thanks for your help today, Irene. 白大粒撐，一個搞到白大粒撐，啊不，白撐頭鏡，搞到寫環照，搞到布布拉贊啊！對，就是 foreplay 啦，做愛是 foreplay，就是當講做愛正3擺嘛。所以那是講 foreplay 嚟講，就是一個只搞到四環照啦、白環照，搞到布布拉贊啦。嗱，會阿老話啦，有福建話話咧，有安尼款嘅嚟 equivalent 咯。講咩物件 ？foreplay 啦。講咩物件？頭整頭用，嗱，我咪正3擺是誒 foreplay。正3擺咧，就是布布拉贊頭戲咯。頭戲哦，戲就做演啊，就係接起啲戲白。嚇，對 preview，係咪接白意整下啲頭戲？哦，對我嚟講，頭戲咧是就啲戲帶看戲是，啊未接戲帶是你買啲八卦落啲啊，買啲阿摩藤啊，食 popcorn 啊你是叫 foreplay 啦，頭戲。係了嚇，了，你是講你是。真正 make sure 人有攤享受啦，啊未接頭。對，啊未 start 嘅時，I make sure 講foreplay 搞咯，to set the mood 咧時。哦。when 人真落手嘅時，所以人咪 feel 講真 satisfied 咯。別人攏感覺到有女嘅紅包係咩聲，真較實打波較快啦。打波感覺到打波打波有可能較暑假頭戲過打波，我感覺到是因為還是我自己嘅bias。打波人講話，打波要做頭戲，還是頭戲無要緊？我感覺頭戲就要緊嘅，人講下打波。我覺得特大打波唔像啦。有嚟就好熟噶，有嚟就看情形本嘛，有時幫咩殺嘅了啊，
I expect 就係揸車啊，是啊，見下快啦，所以你該看 situation 啦，對，有時間啊。誒，了 OK，咱先當然講哋行房就告訴，咱行房嗬，是唔是無得到講紅包，還是紅包愛物件，愛是點先是準嘅喎？咱會想講就會講，哎呀，這是為咗伊愛啦，為咗伊好，你不是個搞做紅包唔對嘛？你就搞做紅包，唔是特別想講，景看有當時，哎呀，我買特別為咗伊愛，我本 OK 係人看有。OK，我 comment 我之類啦嚇 ，OK， ตัวนี่big boner killer 啦嚇，是講別就愛安排一個時間出來打禮拜，我搞嘅時間就是要行房嘅。嚇你有安尼款呢？我冇，我 feel that 安尼款 is a really 真正 boner killer 嚟，我 just 講是。not I say unexpected. Spontaneous 明。所以為啥講 set 到這個 repeating 嘅 appointment，所以佢點拜三9點半呢？拜三9點半卡開啊！我想做 routine 去，一邊就想 routine 去。哦。成個白菜，特只隻上菜，特你拜三是隻行下湖，然後你隻驚啦是。but 有時候我 from 咧嘅呢，不過我講句講，啲樣意思間嘅話呢搞你時間啊嚇 ，OK， 樣就是想你自己 ，OK， 那些嚇，然後的。我實我冇講真正。One way or another 咯，我感覺到我是我愛情人，所以我應該是 adapt to 伊嘅需要應該。OK，別講你自己需要呢？喂，你自己需要呢？我自己需要啊。你講 adapt to 伊嘅需要啊？你自己需要來嘅先。我自己需要，我自己搞掂。哎呦，安尼。冇，有本咯，咪是計講，特別穩定一波打波較贏。打波較用成個 indicate 講你有興趣冇興趣，你國旗已經成嘅嘛，然後你嘅伊國旗浪嘅隻咪是制咯，然後看伊愛買咯，看伊國旗有成嘅咯。查某咧安怎啊？查某嘅國旗是係咩啊？安怎？查某講話，安怎你是講你在打波就用嘅嘛？伊國旗成嘅，你就在講伊 arousal。查某安怎呢？嚇，查某安怎啊？查某穿 sexy 嘅裙衫就會使了。所以你們成國旗，你是而家就去穿國旗啦，穿嘢。免起國旗嘅直頭清起去。你特別而家你學你查某安怎 indicate， 你特別成日講可以曬你可能對唔對？穿國旗，穿 sexy 嘅衫。免啦，你可以淡薄，伊會 sensitive 嘅啦，你講話啦，你 action 啦，你寫個 sign 啲啦，就這樣。sign 這些 clubhouse 人嘅。咱真好咧，大把住個奧比㗎，咩奧比？唔似奧比，冇大把參兵。OK。啊，咱講下，咱真好咧，紅包再講你有興趣要行房。安怎講啊？這個看會笑啊！我聽人少年嚟講喎，因為我就聽少年嘅人下年講嗰時。對啦，咱都冇規矩啦。我人淡薄規矩啊！我搞到已經是規矩真久了。我有當時我就講嘅，我有當時就會講嘅，我就係講。你冇是直頭講咯，咁冇我是嗌就直頭講嘅。我國旗起來好啊！真謝啊！你看啊，你有時我就係講了，我部人好聽了嘅，我人嘅事。我家咗應該是部名叫好聽嘅，我聽到本 boring 啊，你講呢？所以我就聽到講一種白鷺嘅人。南西做下咩啊？做下咩？南西，我咪是愛聽一個老夫老妻嘅故事，我按怎做？嚇？
老夫老妻老婆做。對，無人會熟㗎，啊，佢把無人特兩誒話 anniversary 是做的咯，你所以講嚇。對，為了白呢是 more than 幾年嗬，20年、25年、30年，嗬，你拉薩講即係是 quantity or quality 咧？tapi lu mesti tapi let's say kalau lu usul ya sih ni lu anjor ke communicate ni 講了咯嚇是我們成很就講了咯小攞嚟聽就講是唔是啊香港你啊是咯講了咯你講了你一買 OK 咯我哋講了咯咁冇一嗌 OK 咯我哋講了我能是真 straightforward 了嘅特別是就講我聽新嘅人物路樣係笑咧嗰時候嗰時候夠有興趣嗰度嚟講嚟但係話咩เรา話越南細讀啲啦嚇 so OK 如果你比如講你kalau kau lu kalau kau lu ai lu ai sai lu kalau kau lu aiแล้วสิ่งkalau kau ibu mood asyik kami so 咪計搞掂咯冇揾雜波，譬如講特啲計搞掂，揾雜波。唔係啊，咯就揾雜波唔是搭波，用二卡嚟上，都就搭雜波是唔是？特刀就是冇想嘅 approach 咧，揾雜波。冇想 sexual women 嘅 sexuality 冇想，未 directly 冇想讓搭波愛就是愛咯，就愛就是唔要，你咪 OK， 我自己去搞掂。你看你揾雜波冇，揾雜波 man 呢？哦，雜波你係 reject 啦，你係講啊，OK， 或者 hold back 唔要緊嘅嚇，雜波你被 hold back 咁多。即係你會阿韓是唔是誒？有陣時我嚟 hold back 嘅嘛，譬如講阿韓嘅少年咧。哦，我係啱好冇想咯，但啲陳頭丁啦，我一條少年你哋所講，一條少年你講冇想嘅，我係啱啊，有時哦，伊個機會起啊，特別啊。伊頭腦無想喎，伊有時啊，伊會用嗰邊嚟我講哦 ，OK， 愛做了 very good， 頭三咁樣，แล้ว我叮嗱一個 ，Yeah， don't touch me， I'm sleeping。what the heck？ 哦，一下唔掉晒，伊 signal 拍唔掉啊。我係是 morning wood 啊，伊是 morning wood 呢 ，morning wood 呢是愛係咪？แล้วmorning wood 是。ไม่ใช่เจมาแล้วรู้สึกใจก็อีสิดูแต่ได้สิ morning wood หลายมาแล้วว่าอุตัมโบตัดเฟล่ะอีสุก้ากากีไลวะแล้วอีกากีไลแล้วฮะอีซ่องแล้วฮะว่าลูกไอ้ว่ากับลูกตอนขาชีก็หมายเมียแล้วเก๋ขนแล้วstraight 嘅打波嗬我哋都愛注意一點 straight 嘅打波是無相嘅。伊人伊會想講你看到伊，伊想講是愛吼，你愛咪砰伊困去，伊毋是頭先伊毋是有收錢啊，一識呢咩？你鬼哦，是喎，伊困去啊喎，你看你都知啊，嚇，所以你有陣時你有影猜袂到嘅，你想講伊愛吧 ，actually 伊唔係，伊只愛是啊，即係同你講啊 ，circumstances 啦，即係愛是嘛愛啦，嘛安尼款咯。我按照好多細個伊愛細嘅啦，直頭嚟啦，所以大波蚊我個白燈姐姐，很啊！你有啲報應嘅，誒，我能冇需要大波講咯，最後近至冇需，講即係嘅，請一啲需要大波嚟講，成個 represent 即係咪冇往大波講成日撈，看而家大波聽，慢下時間你看，你看，講意見就起嚟講，讓啲電打大波是唔是講我能拉氣我能？點解真冇需要大波起嚟講啊？正假假，唔假，咧，以前講喺裏面啦，有陣一 episode 嘅，咪是大波講你係啷個假變咧學嘅？記哦，你會記哦，陣精神版本上是大波講你。哦，哇！你話假假，但係 straight 大波唔假起嚟講啊！我係大波做代表啊。我仲有 clubhouse straight 嘅大波冇。我講住啦，會卡聽應該有個唔知喎，會得有，one thing 哦，聽邊啲香港 straight 嘅大波節目咯。哎呦，就是講 I'm too young for this Enrico， Enrico 是掉，是少年的嘛，叫做細漢少年。
細漢嘅，細漢，少年嘅咩？細漢嘅啦，少年咩？喂，叫細漢。你看，少年又少年。你看阿龍嘅 view 是第水嘅，係嘛？一陣我一啲。一邊去，冚掉一邊。阿岑勒西嚟聽阿岑勒西講嘅。我特別想啊，但我阿姑冇啊，我唔是你。如果在，你講話係時候嘛？特別我哋會記咧，是 usually 我係阿莫包會唔會話，你係 back rap 哦。哦，就是晒啊，是晒啊咧。Because 一直播呢好事咩嘛？แล้วน่ะสิก็播呢好事咩？嗱，識嘅大波聽，識大波成你講呢？我成你講呢？唔係lu decline right，所以咪特別做物件，好lu accept 咯。แล้วอีกกูเบ้จิเลยว่าเกี่ยวกับ物件是 sex scandal。你點嘅時就知下。點去？所以較老咧是我個會記 ，because 我心都想，人袂使呢歹心點可以去 massage。然後伊講伊愛 romantic，伊就講我是迄種 romantic 嘅人嘅。伊就俾迄個 candle，然後我問伊蝦米事，然後我 clue in 啊，有時阿妹若是伊做迄個點迄個 candle，都是差唔多啊嚇。伊個 mood 啦，我會記，所以我估咧是我咪叫你物件是 sex candle。河本，actually 嚟講河本嗰陣，即係成個喂，硬講到啊，硬講到定佢到啊，係啊，plan 咗，good idea 之類 ，sex scandal 啊，係歐洲少人嘅。BK 是 scandal 唔是 scandal。啊咩 scandal 啊？一定要讀啊 ！BK 講 scandal。你講咩啊？我哋對你講直頭開住講嚟啊！就是講。好啦，係啊嘛，開住講啦。冇，因若是講一開住講咧，我就感覺 it's very 小大隻呀。It's very crude。哦。OK 啦，開住講嘅啲未 work in 亂嘅 life 啦。我為什麼想你同是 animal 是 animal 嚟啊嘛？你是人嚟，你特別 convince 嘛？啊，無你想講人講咩？Mandarin 係冇情緒，好似。哦，嗱，你都俾或者咯，成家我哋做那可能，一度俾個人佢哋布布拉針啦、四環照啦、白長頭鏡啊，可能。你做家安尼啫 ，but at least you have to show something special to that person 啦。成家一再講我就屬個 massage 嘛，所以伊嘛 massage 咯。所以我是感覺你特別做一個物件，互你人知講，我有影是真心屬個你 ，that's why 我做。Because look，他們愛去教人 massage。累好累累，然後就 transfer 過去。我就看喂，係你叫咩啊？啦，馬來西亞你啊，麥子唔是電機，以我咧就嚟啊！跟住講到冇，呢個是債咧，就咁講白話話你就是做咩物件啊？哦，對，我哋想你保時機啊！Oh my god！想你保時機 ！Oh my god！ 啊！好笑！喂，嗱拗響，你咪做刷，我驚驚我掉 COVID。我係個頂住你排掉啊！你意思，你可成日講話是成日鬧傻到我嘅驚呢？就好啊！未啦，你笑緊你大聲個無數。哦，我就是笑啊！對鬧成日。你一禮拜整掉啊！我驚咯 ，because 伊 before 一掉時過來，我後尾寫掉個，我講到估仔哦，然後馬仔時講掉 COVID， 你有碰起鼻數冇？碰冇，我要食咩啊？我冇食到物件，啊不過我唔知我冇食到物件，我唔知有鼻數，等我鼻看，我唔知做咩表啊？唔知我驚。我掉第 second time 是。冇 loss of taste 嘅哦。because 是我哋頭先嘅刀俾佢掉，第二刀我都唔知，我 test 呢。
我 test 呢，就係 positive，我冇感覺半行。我個咪是，伊講因嗱，伊聲成個冇聲，反正了，伊講因嗱，我成個格帶呢，伊唔是格帶本來伊聲冇聲呢，可能我唔知我驚啊，當今。John 啊，就是叫啊，參兵呀。對啊，你對了，你人喺邊條 quarantine 啊，成做翻。我是伊叫我 office 講，那是你調來講，你個節買來做工。那這啲無相喎，我冇 quarantine 啊。那咪需你 test 下，是都是真係調俾表啦，你 test 下第三工個後嚇，就會使來做工了。哦，特別穿就穿嘛。是唔是啊？是唔是啊？我知道。我唔知。哦 ，test negative 了，你會都對起了。冇。唔知落去就你都想做啦。啊嘛唔知啊，冇。你是講第三節，你是講 negative 第三節，還是 positive 第三節？你 positive 三工個後，你 test 下是 negative 會才出門嘅。哦，我諗是冇，我是五節嚟後 ，first day 你 test positive 後，五節後你就使嚟做工嘅 ，even though 你 still positive 你會去做工嘅。嚟上家英國啊，特別你穿 mask 咯。那邊需要無啥那是安款呢？OK， 嗱講到對愛情豆哥咧，豆哥你感覺到成個你好嘅愛情啦，搞做愛情啦，搞做 lover 啦，是安怎呢？你驚幫還是幫我咩使對你好啊？啥物？我嘅想法咧就是免需要，無需要驚幫本 ，OK？ 但是安怎是對你好咧？安怎個人切過？我冇，係咪切過啊？係咪切過？我切過啊！哦。無我想法就相款，你若是搞老房間內面你搞做啦，你若靠無搞做本好啦，有用無？哦，條本，你是最好是攞下門做就做啦。你特別我無要求，我無要求。你驚幫甲無呢要緊，要緊是對你好，是唔是？你是講下。是，安怎對你好？安怎是對你好呢 ？At least 你就係有怎講應該 level 應該有嘅比較咯。免我跟你講，你就係會曉看。哦，是成個台灣人講嘅啦，哈，做咩事為我？做咩事？你家己安尼一年，你家己袂曉對我好啊？嚇，安怎講啊？你都買荷人齋先，你買看人係超先。我已經可以食了。特別我哋見人學我食呢無夠貴。我見了吼，你就係咁做咯。我係超。你講咧，我係杜蘭寶。係咩物件？我可以先啦，我見咩超？嚇！我見咩超？然後一拍你超。拍薩克我講咧杜蘭寶。誒。你係你是算係整咩？咪近你超。你冇夠醒目，你冇夠醒目咯，因為伊冇愛路，冇夠愛路。但係我好咧。考未？呢度冇愛路，你個考到未？你會考過啊？你個冇練，你冇訓練，冇 train 到自己個啊？嗰啲玻璃線個咩咯？特別你是想講，特別咱講贏啦，還是你愛人冇愛人，即係數學，唔是講turn on off 嘅 switch 嘛？你係你有幫感情入去啊，還是會較坎坷，因為人冇愛你，你冇好，你還是乜都被燒掉。我是驚講，是唔是因為你拄過一個真係無歡喜嘅，真係無好嘅，害到你當今你真係比較識嘅嚇，你會influence到佢影響到你個當今上就講愛情個愛 relationship 嘅時，你會譬如講，但是一無做之類，你太sensitive啲嘢啊！我有phobia比較爆咗啦，佢講我有phobia。嗱，阿豆嘅我同你講啊，你唔是講咱特人都邊度有愛情，往明逼淡薄人做朋友，你估咱明逼你情係唔？你有經驗過愛你嘅人嘅時候，你過來就講嚇，原來是咁樣款嘅啊！因為你聽到過愛你嘅人嗬，有時唔是淨係愛你，還是利用你，還是咩都唔知啦嚇，就是攞佢人家己問題。特別你真係對你好嘅人嘅時候，你話就係講原來是咁樣。我有一個朋友嘅人啊，一對一真正無好，
我人係我我即特朋友查某呀，我去吹哦，伊個翁啊，一當面到底我喺面頭整咩嘢啊？然後上家無好伊變了，我是伊個冇朋友就，然後錯伊，然後特擺我拍電話甲我講話嘅時候，拍電話甲我講話，我一隻搞笑嘛，我嘻嘻哈哈講，伊翁就對嚟，我未講，係是琴嘅喎，然後。我係時，伊佢講往時我聽伊講，哇！我翁好咩話？咪講咪嘅，你我未曉用喺裏面。誒，變咗上個伊就只淡薄 abusive relationship， 唔是講 physically 特別，伊只 mentally 特別 abusive， 伊直講伊無教啊，講伊背啊無水啊，咪嚟講你就，然後變咗佢，伊甲伊斷去啊，過以後咧，伊過啊唔知是兩年啊3年，然後呢伊個另外教英過咯。伊跑到個仔就講，哇！原來啊，對我好嘅人，原來是安尼喎，伊唔捌經驗過安尼，伊嘅 past relationship 是安尼無好啊，伊唔知講，哦 ，that's why 嚇，大家你特別先幫佢看淡薄好有機會去你 standard 啊，咱免講定就講要對你就好安尼，特別你買學定到係你影響你安尼濟，你唔俾啊？咩啊？有好嘅人啦，即就暑假就你嘅人嚇，伊你未感覺到講，你會做只濟，你直前邊較濟啦，嚇唔嚇？大家都講，我是有可能有個冇個要，但到你濟年，呢對呢對你呢無好，你個上講伊是個了個規律規世界個，是咯，就你明白啊，特別嗱你明白，你特別慢慢學機會別人咯。有你就講就對到你好嘅人，往時你免做呢一工嘅。我就是特別驚嘅，我唔敢放感情落。你驚我帶條上過。我老實嚟講一句啦嚇，我拿 office 我做一個是，就是被派。是被派。是有出來 make up for 出來見面食下晡啦，有傾偈啊，咩物件是？食下晡是咩意思？食下晡是食伊下晡啊？啦，喲！豆嘅加去，有食，佫有出來食飯，下面個了伊有食呢，好了。是最有意思啦嚇，是最有意思。伊對你意思咧？我最有意思，我是對伊，但個就是袂歹款啦嚇，因為伊跟我嘅 office 隔壁 office 做工嘅，and then 知影伊是，我唔知影個一樓啦，是有出來傾偈咩名是袂歹。這個頭咧個知影嗬，人交朋友。你食都唔掉啊啦！你唔知講伊是 gay 啊，是 straight 嘅啊？伊是 gay， 特別伊唔知講有 girlfriend 啦。我唔知影伊嘅 set 是安怎，伊未 set down，你都唔知啦。冇，伊是屬於 chubby 嘅 type， 我係 type。特別呢個是教英嘅，教英查某啊？教英查某。Oh my god！ 所以就時候我規個功課，我講我你知我 that day 我知影伊教英啦嚇，我 that day 規工 emo。豆嘅教英嘛教英咯，咪就卡嗱咯。哎呦，跌到問豆嘅是白，豆嘅白隻開，一定都還是一個再去跳去另外一個坑咯，在哦。對，隻卡是隻肉嘅咯，隻肉。隻 food 咧，隻 food 咧，OK， 我老實講一句，我是白。你弟弟去吹未合本呢，同時都 just 之後當做朋友，都咪去點 expectation。人家你出去啊，你就看到人講哇有機會啊 ，no 到嘅 doesn't work that way。可能伊唔是對你有蝦米嘢度，伊拉實你會做朋友呢？你就冇昧伊是唔是？你蝦米你冇昧過伊，有同我講過哦。未啊，我覺得唔對啦，伊係只是
actually 本是俾 free lunch， 只俾食豆嘅呢？哦，咪可以食咯，豆嘅就冇是本呢。就是我哋都講啦，係食卡嘅咯，因為佢哋特別豆嘅賣，豆嘅俾嘛，因為豆嘅是因為食咧，意思就要做一頓啊，伊未使嘅食卡了。你衰啦，你講唔好咯。那是你食，那是講你可以食了，你食感情，伊唔食感情 ，that's why 伊唔敢食。伊唔是，我感覺到伊是 romantic 嘅，伊是 romantic 啦，伊未成日講要頭食呢，伊是被頭食咧，伊就變做成講要放心入去啊誒。所以迄個大波係講呢，特別係 something 有 substance 嘅物件，所以大波幾好啊。豆嘅你日本咪 expect 特人安尼款咯，你特別放清。傾生嘅心機不能啦，因為特你人家日本看到是一個 expectation 講哦，依個我好就是以為做我 boyfriend 啊是係咪嚇？所以我贊成喎，我今日就學，我今日就得除掉好誒，較應除掉愛，唔是講好啊，較應除掉機會被拍拖咧，就是你。無去想，無去拍拖是第一處掉，因為你家己在歡喜做你家己物件，你家己歡喜，你成感覺家己真歡喜，然後你無去到底愛去找時候，人真濟人會真 attract 到佢個，唔知是 confidence 加還是蝦米，就種我感覺到。對，即係是有影誒，你歡喜，然後你無去想呢濟嗬，然後你無 project 係 desperate 嘅時陣，對，你 desperate 然後你除掉 desperado 本，對，你除掉佢個成個專門是，伊看到 desperate 咧，伊就有兩條就俾嚇，伊要除機會，即係 desperate 嘅人嗰度。對，你食咧，我就是有冇愛嘛，我對你無意思，我是要食，要佚佗爾嘛，所以你嘅嗬，除非你家己食，你無愛放心，你無愛食卡，你咪去食咯。成日有時一查某嚇，有你查某時候喺度接，有查某有你一 start 離婚嗰時咩啊？甲我講啊，真啊，一 straight 嘅查某嚟去找你查某嘅，都啥？查某 ，when 一個查某伊離婚了，離婚係查某嘅，對，啊無迄個查某伊紅流流嘅啊。แล้วบุหรี่ happiness 啊ฮะจะเจตาปอสกัดช่วยมันจะบอกเลย因為這種免切除嘛對แล้วสวแล้ว唔是人แล้ว一般唔是人嘅查某囝伊個再講伊別成個講佢愛食上濟 because 伊家己已經有紅了是唔是你咁講對嗰時若咁離婚咯แล้ว伊嗰時人個รู้เว้嚇，伊未我諗被錄被 keep 住แล้ว被個個年，食了免切除使行走不要緊嘅，嗰個可能會累過保路個咯。哇！你是攞你人咁運啦，係是攞你人咁運。啊！你查某無條查某條片啊無咁運，不無辦法，因為你未報白來即係嘅。你未學人知嘛？你未學人知本，你未報白來本嘅，所以樣就是真係個 target 啊，啲人嘅，即係出來探食哎嗬 ，straight 你世界啦嚇，大波啦，樣出來探食就是 hunting 安尼款嘅查某嘅。哦，樣是 hunting 嘅查某嘅咯。想要鬥嘅啦，先鬥嘅咯，話佢離婚嘅嘛。半秋呢，半秋呢。男仔講嘅，我想起啊咯 ，because 我會記講我個早有一個離婚嘅查某朋友啊，伊甲我講，伊講 suddenly 爾啦，真濟查甫來找伊離婚嘅，所以佢 asking for certain things 咧，伊講 because 伊甲我講伊離婚咧是伊無朋友去咯就 ，and 佢哋我講 what do you mean like 個早會做朋友嘅嘛？伊講伊無朋友去 because 伊想講迄種查甫是正經嘅查甫。But after that，伊離婚了嘅時，伊看到伊人來請伊啊，所以伊知講種查甫甲了，伊想講是正經嘅啊，是 actually 無正經嘅人嚟。無正經嘅，唔正經嘅，了伊佢講有咧啊，是想講伊查某朋友會紅咯就，所以伊邊伊講我講伊只 isolated 去咯，伊想講人成會做朋友爾嘛 ，right？ 白白去食物件看去，伊講特別伊會知講即種伊嘅朋友嘅紅是來請伊了啊，伊袂 natural 去咯就。伊感覺到講伊唔加棒啊！伊驚講大人們是要來投資誒，無插你頂到上嗰時好嘅人們是變做驚嘅。伊知 OK， 上個伊知講佢哋
頭嘅時，我講 What do you mean？你家己是 sensitive 喎？伊講唔是 ，because 我白白做工，伊每個來食 lunch 後面面攏嘛去咯。但伊講伊 signal 個了出來了啊，咱唔是講人，伊講伊知了伊情形啊，了伊查某那招伊人白白去嘅事啊 ，because 古早個了是白白一定本嘅嘛有陣時。伊講伊講講古咯 ，because 伊知講伊嘅翁伊嘅朋友嘅翁啊，是安尼款嘅人。哦。伊嘅affect 到伊嘅 relationship 咯，就係。伊講 affect 到真係 relationship 咯，變個上個你想講有個人唔是好朋友，本是像 acquaintance 啊，但當今伊變個真無。because affect 到咧，有陣時是你查某朋友嘅翁，你講袂出，你愛講本袂使講，你咪講本坎坷，所以伊講唔是講伊抨擊伊翁呀，三擺真濟朋友，伊本抨擊 because of that。但是你頭只好食啦，伊又講那是你愛 buffet 嘛，真好食咯。我見啊，你live。做冇係咩物件？係咩物件？你是學人見下啊？你是講？我真係冇飛嚟。哦。做咩事啊？做咩事嚇？I think 你IA 啊 ，I think 你是夠勁嘅我啦啥？冇咯。你睇下阿龍講話咧，阿龍是夠出事啊！我冇喺面啊！你冇喺看你面啊？我冇出事，我冇出事本啊！我喺面啊！你講咧？咁多時咯，咁即係大家會喺你面啊嘅好呢嗬，呢個好面啊，可能老啊都。特別你是驚可能老嘅事啦，阿龍。可能老。阿龍你驚可能老嘅事嚇？我驚老，冇人 approach 咯，冇人係老咯，冇可能。冇人 approach 你咩？你變嘅撚事嘅成邊啊？你變撚事啦，冇咩爭論啦。我啲 Korea 是冇嘅，我啲 Korea 做法個當然啦，我一個 date 嘅一個真係好嘅生活機會。我計啲 until now 啦，當時即係好朋友一種嘅 dating 嚟㗎。maybe 老咧，但我會做 life companion 比較多，所以當時冇咁自己一種sex 啦，比較冇嘅就，所以有依個自己個朋友，我自己個朋友，所以我同你是冇關係。冇講冇 commit，特別當時成個 companion 啊。有時我係細啲故事，個 boss 裏面可能講我哋台灣人做，because 我是冇 commitment 嘅 relationship，我是冇嘅 ，because hello，往時特別有當時你咪是好嘅愛情本，照顧個見嘅，特別好，哇，那是講啊，我都冇雜見啊！好似博士邊度？好似博士啊！依舊我是會上班嘅人咯，依舊我是有計傾嘅，係咯，往做嘅物件，依個特別你有愛咯，你愛伊行班啊，你唔會寫你還招呢？我玩你款嘅 action 有本，我那我寫還招補300補8trăm冇有哦。我應該做嘅嘢我有，係咯。哦，特別 actually 有當愛情嘅話啦，嚇，我 already 是 almost there 咧，就講是愛情嘅話啦，即係。冇 committed 本嘅relationship 嚟。你是伊買 commit，還是你買？還是？我講講，because 一冇出來嘅咋，冇出到。因為依個 society 就是只能看衰嘅嗰啲人，所以冇可能講誒睇啲物件嘅。你 OK 哦？可以啊，一般買本嘅咋？你講誒盲來，等陣都到位，嗰啲跟住好玩。但係關鍵就嚟你處咯。所以上嚟我做咯，我幫我記埋好似多邊本，咁樣我記另外一個 station 裡面就半起關係咯。所以安尼是 OK，我感覺到安尼款是有你 relationship 咪是會使成安尼款呢？其實我對我嚟講，有時我對伊嚟講，本是一種我是一個 companion 咯，所以我有執物件好之愛，我翕相去看咯。係咯，講哎呀，冇人擺嚟去食。特別你冇個個啲咯，一家的啦，就是冇個啲嘅，我係想講 stop 三字冇講到話嘅。了特別，你使講白到你找到一個較commit 嘅，你會使離開伊本啊？會使離開伊本嘅，但係本嘅時候我冇拄過一個為我愛我愛個。頂到馬來西亞是咧？馬來西亞是有過一個感情，有一個愛情嘅，你應該會記嘛？我真係激心嘅一道嘅嚇，一本書我真係激心嘅，有一個咯，呢個應該是真凄慘。After that， I was afraid 講冇人大數嘅。是啦，就是時間就是會證明嗬，冇時間係死個情時間係死情做咩事頂到我激心加幾多年？一年兩年？我激心一兩年啊！我覺得講，特別我覺得講冇好一步咯咋。我後來我上幾面就，
但是我冇解本開，我冇記先一段點聲話啦，我冇嚟 Korea 哦，就是我當佢會面嘅是冇嘅咗啊，你都咪感謝伊我不敢寫，你咪 send 嚟講 thank you for picking up 啊！哎呦呦，是，and then what connection your lost network trying to reconnect network connection， and then 嚇 connection 冇佢，我 YouTube OK，咪見啦，咱使看大啊，咱 before 咱你爆炸時 ，OK，今日感謝大家，講個疾病性啊，嗬，這個禮拜咧，但是講到有興趣要聽啊，邊啲學嘅話題咧，讓特別 subscribe to 邊啲學嘅咧，我做呢這年到 YouTube 特別別記講 subscribe，有人去 subscribe 啊，邊啲學嘅呢這個 channel subscribe 啊，個一定要見係去 TikTok 啊。佢得 TikTok 我咪一千人啊，梗係睇做 live 就係邊嘅，所以當講200幾人嘅。琴日做，琴日開，老人琴日開，老人琴日開 account， 咁時啊，有人開到邊啲學嘅 account 咧，嚇，攞對使去對，後面開啊 TikTok account 咧，就使去隨便啲學嘅一對話咧，一千人啊，我繼續做 live 啊，咁時啊，各位聽眾收聽，講個疾病性，下禮拜再見，拜拜。